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6月26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先来关心议员的爱心行动。由议员詹培雅结合爱心义工协会所发起的寒暑假中餐助动计划，今年已经迈入第6档。议员表示，今年暑假在东区将11间各中小300位学生受到帮助。另外，今年也个加码有企业赞助，提供每一位学童一人250个图书礼券。由台南市詹培雅爱心义工协会发起的寒暑假中餐助动计划，今年已经迈入第6档。伫过去靠着爱心妈妈的义卖，强调无对外募款，拢是由过路爱心人士家己的小额捐助。持续爱心活动，今年也有企业来响应。伫詹培雅爱心的号召，今年特别吸引正大册城甲男性企业热情的赞助每位学童250块的图书礼券，希望每位学童伫个暑假不但会用个食饱，嘛用个充实家己的阅读能力。再怎么苦，也不能让孩子饿肚子。秉持着讲，那我们也给孩子一个温馨的午餐，家长就免烦恼的宗旨。咱已经推动第6档。那我们在东区11所学校，我们每年大概有300个孩子。的营养，我们准备300个多个便当。重点是因为今仔咱这届每个礼拜1到礼拜543天，给一个孩子温暖的午餐外，我还要谢谢所有的今天帮我们协助的单位，因为一看到咱这个第6档，做甘心的来加入我们的阵容。我记得我们从第1年，我们都没有邀请任何一个来协助我们，但是大家看到了。表示大家有感受到这个区块的里面的温暖。这项中餐助动的计划，预计提供东区11间国中小学，大约300位学童受惠。会长詹培雅除了感谢所有志工妈妈爱心协助，同时也感谢所有支持者热心关注，让这项有意义的活动会用个持续办理。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最近连续好大雨，都造成咱市道路出现下陷等问题。另外，议员罗坤福嘛发现安平的乐利桥出现桥面的春秋棚扩大。对此，干务局经过初步会勘，虽然认为并无紧急的危险性，不过议员也是要求市府应该做好定期的检验。议员罗坤福表示，安平乐利桥是连接工业区大车出入频繁的路面。日前有民众发现，因为大雨过后，路面出现严重的壁损。经过议员会同干务局永和区的会勘，虽然初步并无发现有马上的危险，不过议员也是要求干务局对着桥梁也是要做定期的检验。咱即摆看到乐利桥那个这么大的裂缝阮拢足紧张，你敢知影？因为乐利桥这条路是安平区跟那个安平工业区的主要道路，会使讲车辆足大的，动车嘛真济。咱看到迄这么大的裂缝阮有问干务局讲，像咱即摆给这样大裂缝，有没有及时性的危险？如果有及时性的危险，我们是不是要封桥？阮要求咱政府单位爱这些危险的桥面如果像乐利桥这么大的裂缝是不是要去勘验一下，去那个钻研一下，看是不是有没有立即上的危险？虽然壁损上大有到5公分，不过对整个路面研判，有可能是因为桥梁的伸缩缝点甲坡面经过热胀冷缩所造成。目前干务局已经先将壁损用点甲来封填，避免持续扩大，造成用路人的不便。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咱大台南地区有真侪充满特色的农渔产品，产像玉井酸野、关闭往来甲安定的乌麻油等等。不过因为拍袂出国际知名度，要外销相当困难。对此，市长参选人柯忠信就提出用地理标示权的概念，甲具体做法要来解决。下面咱就做伙来了解伊的主张。台南市长参选人柯忠信积极为农民发声。伊认为要解决大台南地区充满特色的农渔产品所无法拍开国外市场的关键问题点，就是政府无完善的协助农民，运用地理标示权来打响名号。就是即马咱台湾咧发展地理标示权有三个缺点：第一，行政区完汤完 product 这毋对；第二，就是咱无去确保外地毋是遮生产的。袂使用即个名，无去取缔，第三咧就是咱资源分散，无积极用即个欧洲模式来发展。所以讲，我主张咱台南市呢市政府爱交中央的农委会积极来运用即个制度，伫台南市呢来协助遮个农民控制伊的品质，建立伊的名声。伫你个灾情的时阵，辅导遮个农民呢，会当去维持伊的品质。安尼呢，若毋是即个地区所生产的，比如讲七股的粉油拍出名声了，若毋是七股所生产的粉油就袂使拍七股粉油这4字。用安尼呢，积极来协助咱的农民慢慢咱个配合着咱的农业外销呢，安尼咱就法度来提高咱农民的收入呢。外销佮加上产品的二次加工，或者是结合观光，互农业有较侪多元的发展佮可能性。柯忠信提出政见，要来落实着地理标示权，来为台南的农产品找出路。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针对机上客非法提供电视台信号一案，经过追踪发现嫌犯是利用面体来架设大型机房，偷摕电视台信号，佮再提供予客或是手机 App 来使用，造成有线电视业者甲编导商拢变成受害者。对此，有线电视业者嘛，呼吁民众一定要合法收看，才能保障家己的权益。桌上满满的物证有强波器、机上盒，还有进化到第3代的转码器。嫌犯利用这些设备拦截电视台讯号，再转换成网络格式供应给机上盒或手机 APP 业者非法使用，不法获利超过上千亿元。那歹徒利用所谓的转译器我们叫解码器。那解码器的后面可以看得到，它有一端是所谓的 HDMI 讯号，另外一端是网路。那事实上它可以很快速的将所有卫星、MOD， 还有所谓的有线电视的讯号，直接转成网路传到网站上去。这也是歹徒他在这次里面我们发现到，他已经进化到第3代、第1代、第2代、第3代。第3代的体型非常小，而且速度非常高。当然最后还是被我们瓦解了因为本局电侦大队跟保2我们利用了一些技术，把它顺利突破。那也呼吁现在的这些不法业者不法人士不要再有那个侥幸的心态。我认为警方就抓不到。经深入追查，发现目前国内有线电视节目有上百个频道，包含外国电影、电视节目等频道无一幸免。其中不乏本届世足赛授权专属频道在内，初步估计侵权损害超过上亿新台币。刑事局在此宣示，本次查缉行动为首次破获国内节播电视台频道的大型机房一案，后续不排除再次发动另一波的查缉行动。为了维护通讯传播的秩序，刑事局将利用科技专长扩大追查不法机上盒等接收端主机，遏止窃取电视讯号的歪风。有线电视业者也呼吁民众看电视时要小心选择，千万不要选择来路不明的机上盒影音内容，保障自身的权益。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
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因为国际化交流，现在上义的教学已经不只是示范教育，而是成为学校真基本的办学理念。更因为招募外籍老师并不简单，所以市府提出用招募志工的概念，甲国际组织来合作，邀请意愿的华侨登来台南，不管是半当也是一当，拢会当来担任国科英语的助教。会中安平高中以过去家己无看向国际组织申请英语志工的教学成果为例来分享，包括市府打算用这款的模式，甲国际青年交流协会合作，并且伫富勒蒙教育基金会赞助，正式对外招募20位海外台湾籍的华侨志工回故乡带领学校的助理，期待创造听英语、讲英语的环境。我们需要很多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士来参与我们的计划。那大家都知道哦，其实要聘请一个外师，1年至少要100万，而且要招募聘请不大容易。其实以东南亚各国，台湾的外师的薪资算是低的，所以呢，能够吸引外资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哦。所以呢，我们才把脑筋动到了说哦，我们要招募志工上面。那可是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招募志工。怎么会有志工愿意来呢？所以呢，其实我们才会想说，那是不是可以透过台侨呢，让他们对故乡想要奉献的心意呢，可以付诸实现哦，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呢，一方面呢，我们希望说，它可以协助我们的国中小的双语教学示范计划，或者是英语教育，然后呢，让这些台侨它也有管道可以回乡奉献哦。据了解，因为该项计划是国际组织 ICYE 第一摆甲台湾的政府机关合作，嘛成为全国的首例。会中市府都要对外放送台侨志工的招募，嘛希望议员透过英语志工协助学校，甲愿意成为招待家庭的市民，向市府提出申请。电新闻顾问及郭国义采访报道。华山基金会为了鼓励更较侪长辈行到户外运动，上午特别举办爱老人运动会，现场除了上百位时代参加，相当趣味是，因也个装扮成侪民间故事的主角，参像《西游记》《封神榜》内面的人物造型，算甲相当欢喜。华山基金会侪长辈拢增加真趣味，有的是展现出伫咧河内底，也佫有龙船做陪端午节气氛；有的是变做《西游记》内底人物，也有装作带着风火轮的三太子。这届华山基金会全台南总共19区的长辈拢聚集起来，准备了遮尔啊侪道具甲用心的打扮，就是要来参与这个爱老人运动会活动。华山基金会希望借由安尼活动，宣扬因爱护老人的理念，同时也希望让大家会当更加重视到长辈健康。我们今天的话呢，是我们的台南地区第6届的爱老人运动会。那我们希望说，就是透过这个运动会呢，这次的主题我们是用民间故事作为一个主题，所以像是八仙过海啊、屈原的故事，还有就是封神榜的故事，都是我们这一次表演的主题。那我们也透过爱老人运动会，让长辈可以有一个社会参与的机会。那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就是社会的民众。一起来就是共襄盛举，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活动可以顺利的举办。然后如果说呢，也有愿意一起来投入爱老人行列的话呢，也可以拨电话062520-940，2520-940，一起加入我们爱老人的行列。这届华山爱老人运动会也有侪单位前来支持，并且提供着免费服务，亲像是免费加头产的服务，或者是免费修指甲。美容整甲的服务，这样趣味又阁有意义的活动，不但现场热烈欢乐，也予长辈带来一个温馨又阁美好的回忆。台南新闻网只好采访报道。对去年开始，世界卫生组织的宣告，全球已经进入希罗封闭的新时代。虽然已经设定目标，希望将希罗发生甲死亡拢降到9成以上，
不过其实现况伫诊断顶面依然有伊限制，特别是老大人更是困难，需要有风险的筛检来突破。医生表示，血螺伫诊断顶面上界主要也是外科电光的检查，不过因为血螺影像相当多变，所以诊断起来依然有伊限制。加上若是老大人，竟因为慢性病或是肺炎，甚至有肿瘤等因素，造成判断更加困难。因为老人疾病比较多了，老人体抗力比较不好，那你不晓得他什么时候会发病，这个是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以为如果是年轻人他比较会咳嗽，但是老人就比较不会咳嗽。年轻人的体抗力会比较好，他免疫力比较好，所以老人他比较会发烧，就会来医院检查肺结核就会知道。但是老人呢，有时候他们就表现身体虚弱，他就不晓得他到底是哪里毛病。对，他不会发烧，就可能不会发烧，也不会咳嗽。他就比如说全身虚弱这样子来看，那所以就有时候是他症状就跟我们肺结核的症状不明显。我们肺结核症状是比较会咳嗽、会咳痰，但是老人就比较不会咳嗽，所以他症状就不是很明显。当然，医生嘛强调，一旦患者被诊断是血螺，一定要注意有可能只是潜伏期也未发作。而这款状况也是要听医生的指示，乖乖食药啊。也无一旦发病，治疗起来一定会更加吃力，时间嘛会拖较久。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节分午后第一阵准好天气，温度27度到32度，落雨记录3成，海面边关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9级。介绍收看6月26日中间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